布施唔喺度大小，而喺布施嘅人要有一粒至善嘅心，給予他人最需要嘅，即便只係一抹微笑，都能夠令對方感到溫暖。俾唔係錦上添花，而係要雪中送炭，呢先係布施嘅精髓。喺緊要關頭裏邊，一句溫暖嘅語，一雙扶持嘅手，一個關鍵嘅指引，都係一種聖語。布施嘅人要有一粒至善嘅心，給予他人最與愛嘅，先能儼然出奇地直。日常生活中，把自己嘅每一份良善，離佢嘅起心動念，唔令佢人生起憂慮嘅行為，都係一種隨喜布施。即便係一個微笑嘅布施，喺迫切嘅時刻，就係一種溫暖。平常我哋若能多講早啊，或者多謝你，將呢啲話常掛喺嘴邊，不但會有好人緣，呢度亦係嚙到語言嘅布施。除此之外，見到人面帶微笑、慈顏注目，呢個就係容顏嘅布施。遇到有人迷路，指引佢；見到有人攞唔喐嘢，去幫助佢，呢個就係身行嘅布施。睇到受苦嘅人，心生憐憫；見人布施，心生歡喜，呢個就係心意嘅布施。一個人雖然物質貧乏，但係樂於助人，喺精神上就係一位富人，呢個先至係給予嘅最高境界。而最圓滿嘅布施係有智慧嘅給予，否則幫忙唔成，反而害人害己。幫助他人都係好人好事嘅行為，喺唔傷害他人嘅前提下，又能懂得明哲保身嘅方式協助，唔好俾自己錯幫壞人，而成為爛好人嘅遺憾裏。鍾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